花莲的日出乡下大道是专门用来举办艺文活动的公共场所。最近所传出有民众无经过申请，家己伫遮大埔旁办丧事，引起争议。警方是接到检举去到现场，甲因开2400块罚单。花莲日出乡下大道边仔咧准备办太平洋灯会，暗过离灯会会场300公尺的所在，竟有民众家己大伯仔咧办丧事。家属无奈表示，全部拢是按照一个人咧主导，想要反对也无法度反对。都我叔叔在主导的，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说他要办在乡下大楼。他后来有被文化局开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个人做事个人担啊，对啊，他也不听，对啊，也都不听，那就罚人也没办法，对啊，也没办法。警方接到检举了后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9款，开违规告罚单2400。加做乡下大道完工了第1张罚单，文化局是强调，毋是无进前实际所在使用规定，主要是用伫公共艺文活动。他有向文化局来提出申请，可是呢，在我们的管理办法，在日出大道管理办法第6条，它有明定，在日出大道上呢是不能够举办祭奠的一个仪式，所以呢，文化局在拒绝了这个案家以后呢，他还是不管，就是设置了这个灵堂在日出大道上。办丧事家属事后表示，是因为殡仪馆客满，找无适合的场地办丧事，才会伫遮搭灵堂，造成社会观感无好，表示真失礼。另外违规使用部分除了警方罚单以外，文化局另外也依照实际使用时间来收场地甲清洁费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